睁开眼来，瘦如肉体，肤如凝脂。寡人直到今日才晓得，什么是闭月羞花。芈月，你站住！我有话与你讲。我与你无话。站住！那日的事情，你恨我也罢，不恨也罢，反正我们已经是仇人了。我这里有2句话要与你讲清楚。你要是识相的话，以后就离黄公子远一些。黄公子一群之才，前程远大，与你来往，少不得会沾了你的晦气。唉，真是愚不可及。你竟然辱骂我！我也是适才刚刚察觉，我与黄公子真是天造地设，情投意合，只怕以后要多多来往了。你曾说过，你对黄公子根本无意。那是无意，此刻却有了，你能如何？你竟然言而无信！殷姐姐对芈月恩深惠重，芈月只好食言了。你给我站住！我的话还没说完呢，你去哪儿？我去哪儿？我这就去找黄公子啊！站住！你别老笑啊！你快说说你怎么跟他说的？我对他说，我与你情投意合，只怕以后要多多来往了。你可不知道，当时芈嫣气的那模样。你说你跟我情投意合？对啊，我就这么对他说的。月儿，你可终于明白我了。我早就明白了，你对我好，让有些人看得眼红，气得肚子疼。看来你还是不明白我对你的一片。好了好了，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了？真知道了？说说，你知道什么了？我已经想好了，过些时日我就请屈子去大王处替我求亲，一旦大王允诺，我就筹划准备，迎你入门，好不好？你老笑什么呀？告诉我，好还是不好？不好，不好，不好！哎，拜见母后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禀报母后，婴儿要告发奸佞之人。出什么事了？起来，慢慢说。母后，有人要害舒妹妹。谁这么胆大妄为？就是那个芈月。不久以前，那芈月偷跑出宫去见秦王，并主动替秦王传递书信，鼓动诱惑舒妹妹与秦王私定终身。此事重大，不可信口雌黄。婴儿有证据。婴儿曾见到舒妹妹手中有一块方巾，那是秦王赠给舒妹妹的定情之物。你们若不把舒公主那日出宫的行踪给我说清楚，我定让你们一个个生不如死。为何饶命？想活命的讲实话。那日奴婢们在纸坊门外等着公主，舒公主只跟绿萝姐姐一个人交代了几句。绿萝，为后明察，那日奴婢并没有随舒公主和月公主进脂坊。把这贱婢拉下去，乱棍打死。为后饶命！那日舒公主进脂坊前，跟奴婢说让在门口等着，奴婢并没有见他们从门口出来，想必是从后门出去了。奴婢对他们的行踪确实不清楚啊。永香令，
这个贱婢不见皮开肉绽，她是不会讲实话的。微后放心，带走。魏后饶命！奴婢真的不清楚，奴婢真的不知道。魏后饶命！禀报魏后，果然在舒公主的装匣里找到了一块男子方巾。看看，你们做的好事，让我颜面全无。母后息怒。身为女子，幼从父，嫁从夫，老从子。你是楚国嫡公主，怎可不顾羞耻，自降身份对秦王趋于迎合，勉强以就之？自小我就把你当作掌上明珠，锦衣玉食，指望有一日你能嫁个好夫君。你倒好，自甘堕落，自入沟渠，真是气死我了。魏后错怪舒姐姐了。那秦王有情有义，那日舒姐姐出宫碰上越人行凶，若不是秦王拔剑相助，就几乎丢了性命。姐姐对他也只是倾慕而已，并无苟且之事。芈月，你给我放规矩点。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就猴急着跳了出来。舒儿向来循规蹈矩，对我的话言听计从。这事儿要没有你这个贱人在中间作怪，他绝不会一意孤行，误入歧途。母后明察，此事与月妹妹并无干系。我心里明镜似的。芈月年纪虽小，但她卑劣龌龊、寡廉鲜耻，不是她的挑唆。你怎敢与秦王私定终身？母后该知道，秦王已向大王请婚联姻，要迎娶舒儿，也得到了大王的首肯。你不要一厢情愿。大王答应的只是把那个丑厨娘嫁给秦王，绝非是你。何况我也听说那秦王得知丑厨娘的真相，已仓皇离开郢都。秦王是向嫡公主闵淑求婚，大王用厨娘顶包，此举非君子所为。君无戏言。既然大王答应要将嫡公主嫁与秦王，就应该兑现诺言。既然秦王承诺要娶嫡公主，他就一定会回郢都的。你给我闭嘴！舒儿，你何苦执迷不悟？秦王官夫伶仃，若拿他与赵侯雍相比，无论相貌人品，那是天地之别。那赵侯雍也是失了先王后的，伶仃官夫能差多远？好个芈月，你竟敢当众顶撞我！从你投胎出世就是我的克星，我一向对你宽宏大量，你却恩将仇报，这次我定饶不了你。舒姐姐与秦王你情我愿，魏后若真心疼舒姐姐，就应该成全他们。闭嘴！来人，把芈月给我拖下去，杖责20，关起来。是。你就算打死我，我还是要说真话。放开，放开我！母后，你饶了月妹妹吧。母后，舒儿再也不敢了。你告饶告得太晚了。你们给我听好了，从今日起，舒公主禁足高堂台。你们要是胆敢放她出去或传递私信，当即杖毙。母后。是。此事我主意已定，由不得你。你马上回你的寝宫，面壁思过。绿萝已死在报室里了，你们两个给我过来。魏后，以后好好给我伺候舒公主，若再有纰漏，我剥了你们的皮。是。哎呦，哎呦。好，那我就在这儿住几日，看你能把我怎么样。哎呦，南后，晋上大夫来了。让他进来。是。晋上拜见南后。赐座。莲儿，给晋大夫烹茶去。是。大王已多日不到我这里来，晋大夫也没了人影。难不成我这宫里养了吃人的老虎，都让你们躲避三舍？南后说笑了，
大王忙于国事，晋上也是四处为南后寻找这世间稀奇之物，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东西，晋上怎敢来拜见？哦，这么说，稀奇之物今日是有了。拿上来。这灯的做工倒也独具匠心，不过这东西即使咱们宫里不多，也不是没有。晋大夫怎可夸口说这是世间稀奇呢？南后可曾注意到，此物的材料不一般之处？乍一看像是羊脂玉石，可再一看，又比羊脂玉石更加晶莹细腻。这是何等的奇石，才有这样的品质？南后好眼力，但此物却非奇石所作，乃千岁九尾天狐之骨。莫非这就是传说中有通天之术的九尾天狐？50岁狐能化妇人，100岁狐能化美女。正是。千岁九尾天狐死后，其骨化为美女形态，晶莹细腻，赛过玉石。夜晚点亮，可让宫殿亮如白昼。但这还不是此物的绝妙之处。此物的绝妙之处在于，一旦与烛火接触，它便冉冉溢出甜香，充斥四周，经久不散。而这甜香更是世间绝无仅有之物，最暖男女之情。这么好的东西，我怎么从未听过？晋大夫真是无所不知啊！南后若是喜欢，不妨今晚就试试。大王如今连我的兰桂台都不来了，我点着灯又有何用？是啊，那就太可惜了。晋大夫，我知道大王最近政务繁忙，可无论再怎么繁忙，也用不着常常出宫啊。这里面是否有什么隐情啊？这个，晋上不太通晓。看来这中间的确有鬼。晋大夫，你我相识多年，我也没少给你帮忙。看来今日你是诚心要向我隐瞒实情了。南后恕罪，晋上实有难言之苦。说。此事知情者甚少，若大王知道是晋上多嘴，晋上的脑袋就保不住了。你的脑袋就是我的脑袋，说出来定会有你的好处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然后，大王出宫不为别的，只是去了离宫章华台。章华台？南后可曾听说楚国要与五国签订盟约？此事人人皆知。大王为五国联盟的合纵长，魏国为讨大王欢心，献上绝色美人。何等绝色？晋上不敢说。这么说，就远超于我了。南后是日月光华，怎好相比？少给我油嘴滑舌，快说。魏国美人是魏国王族，出身高贵倒在其次，论容貌的确是人间极品，有如仙姝下凡。男人看了只有4个字：魂不守舍。那为何后宫无人知晓那魏国美人的一点风声？这是大王怕南后知道了心生不快，所以才传旨赐魏国美人驻章华台。那五国有心攀附大王倒也罢了，
竟然送来美女迷惑大王。一个合送二字，竟然离间了南后与大王的恩爱。微臣看着，的确是为南后鸣不平啊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告辞。夫人，请看那里，那是杜若。你看那花开得多娇艳，过几日就要结果了。魏国没有杜若，我听说她结子如豆蔻，根部是药材，能理气治痛，疏风消肿。夫人好学问，大王特意让人在这章华台周边种了许多杜若和碧丽。看，碧丽结果子早，都有果实了。这果子熟透了，摘下来，用里边的果粉制成凉膏，夏日消暑，可好了。夫人，仔细着手，当心扎着。夫人，请看这边，这边是蕙兰，那是紫藤，湖面上还有鸳鸯。这些都是大王叮嘱让微臣置办的。这章华台极尽奢华，但是未免太空旷了。偌大个宫殿，里里外外除了臣妾，就都是些伺候臣妾的下人，连个说话解闷的人都没有。这也是大王的美意，以免外人搅扰了夫人的清幽。昨日我随处走动，看到西南处似乎还有一个殿宇，楼阁台榭样样精巧，不知那是何处。夫人说的那是月华台，已经许久无人居住，荒芜得很。我能否过去看看？月华台荒芜萧索，断井颓垣，夫人还是远离那地方为好。
里为何如此荒凉？夫人，听说这月华台过去也曾歌舞不休，后来建了那张华台，这月华台也就被割荒了。宫里都是这样，喜新厌旧的。夫人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为什么要回去？大王若是知道奴婢把夫人带到这儿来，奴婢的性命定保不住了。那你回去吧。可是，奴婢若是把夫人一个人留在这儿，大王知道了，奴婢的性命还是保不住。所以，无论怎样，都是一样的。对奴婢是一样的，对夫人是不一样的。夫人是贵人命，奴婢是贱命。殊途同归，你和我的命都不在自己手里，又有何区别？你这话让人听了真是伤心。你是谁？我叫芈月，也算是楚国公主吧。我是魏王献给楚王的礼物，他们都叫我魏美人。哎，你站那别动。上天恩赐，你真的好美，连上天都会妒忌你的。你别这么说，因为这句话，我从小到大一个朋友都没有。真的吗？说起来，我还是有朋友的。所以啊，我会妒忌你的。哎呦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其实，你最好还是不知道我是谁。你若是知道了，说不定会后悔跟我说话的。我只知道眼前的这个你，你的昔日和他日，都与我没有干系。遇上你，真是我的幸运。你是不知道我的无奈，自己的命生下来，就已经被别人决定了。就像夜晚的月亮，永远是从东边升起，西边落下，不可能改变。那要看你怎么想了。月亮不也有上弦和下弦，还有15的满月吗？我又不是月亮。嗨，我只是比喻，别那么灰心。人总是有机缘的，虽没有预知，但总有相遇。就像你我这样，交个朋友吧，送给你。谢谢你。南后，请用膳吧，饭菜都快凉了。这些都是什么？啊！给我拿出去倒了！这是御厨所做上好的蒸鸡和鱼。天气炎热，大王政务繁忙，哪吃得下这些油腻之物啊？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要力求清淡。南后，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！大王今晚还会来吗？大王为何不来啊？奴婢听说，大王去了章华台，此刻夜已深了。你再给我说一遍。奴婢说，大王去了章华台。你们都知道大王去了哪儿？大王干了什么？是不是？夫人，夫人，你们早就知道这一切了，是不是？你们为什么不找我就是？我长你1岁，应该由我来照应你才是。彼此照应，不在于年长年幼。我自小孤独一人，能够遇到你，真是我最大的幸运。遇上你才是我的幸运。我日日被关在这儿，要没有你跟我说话，我都快闷死了。殷公主，前面就是月华台了。
那个芈月被关在月华台这么多日子，定是度日如年。一想到这个，我心里就好痛快。其实月公主也没有多大的过错，魏后是拿淑公主无法子，拿月公主出气罢了。你懂什么？那芈月是我天生的仇人，魏后在气头上责罚了她，她定会将这笔账记到我头上。给你戴上。真好看。我来给妹妹戴上。真好看。张仪听说南后近日身子不适，特来探望。我的身子跟张子无关，张子就不必费心了。哎，南后楚王厚我多矣，张仪本该感恩怀德，所以悉心的为南后讨了个方子送来。就算张子讨了仙丹妙药，也治不了我的病症。正值盛夏，依在下推测，南后患的应该是热症，气粗口干，五心烦热，日夜交提，心躁多梦，饮食不思。就算知晓病症，也不知道病源。病源无非是时令、鬼魅、起居等外源所致。那依张子所看，我的病源是宫内有鬼魅侵入。张子果真神机妙算。南后福慧双修，有上天庇佑，用了在下的方子，定让那鬼魅败下阵去。当真？自然当真。那张子快将方子告知于我，那方子若真管用，我必会重谢。夫人且慢，用我这方子，还需先备下一个药引子。药引子？那东西在何处？就在宫中。我这药方子管不管用，全要看南后那药引子用的是否恰当。快说，那药引子究竟为何物？那药引子就是咱们的大王。芈因拜见母后。因儿来了。母后慈悲，将芈月禁闭在月华台，潜心思过，谁料她竟擅自攀窗而出，悬壁而入，四处游荡，视母后的旨意为儿戏。竟有此事？芈月目无尊长，野蛮成性，我未及时早早对她小惩大戒，以至于她养庸遗患。既然芈月不守礼法，屡屡违逆母后，母后应对她加倍惩戒才是。因儿说的有道理。戴帽，你带人去月华台，用链子把那芈月给我锁起来，我看她还如何攀窗悬壁。是。魁姑姑，我怎么也打听不出来月儿被关在哪里了。奴婢本想找淑公主寻个办法，她和月儿最好，又和微后身边的人走得近。但如今淑公主被禁足在高堂台，连绿萝也被打死了。我要去面见微后。微后视月儿为眼中钉，公子千万当心，不要引火烧身。眼下月儿比什么都重要，子歇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子歇告辞。微后，微后，月公主年少无知，冲撞了微后，现已知错，望微后开恩，放了月公主吧。芈月若是宫外一野女子，倒也罢了。她是先王之女，大王之妹，目无王法，十恶五孽，样样俱全。公子让我对她网开一面，那以后这后宫谁还遵循礼法？我还怎么管束奴婢下人？我不得不杀一儆百。公子是知书达理之人，该知轻重取舍。
月公主虽然莽撞顽皮，但她心地是纯良的。魏后不该将月公主视为豺狼虎豹，除之而后快。我想说，芈月罪有多大，她就有多大。这后宫之事与你有何干系？你皇协不过是个太子半途，竟然大言不惭来教训我，难道你想犯忤逆之罪吗？皇协并非想触怒魏后，只是世间之事均有黑白，万事抬不过一个理字。于公，我在整肃后宫；于私，我在管教儿女。这理字还不够大吗？皇公子若是聪明人，就不要搅这滩浑水，自讨苦吃。我是看在婴儿的面子才跟你理论，否则早就把你撵出去了。魏后恐怕有所不知，我心里只有芈月，只要她还活着，别人就休想。殷公主，怎么站在这儿不进去啊？魏后那里好像不大方便。你这是去哪儿啊？我去膳房取魏后的莲子粥。等等，我跟你一起去。魏后要的莲子粥好了吗？殷公主，莲子粥马上就好了。没关系，多熬会儿。上回你们送过去的莲子粥火候不够，还有那莲心也没有剃干净。这回我们仔细着呢，保证不会出差错。那就好，忙吧。是。这月华台在宫外，这么远的路程，饭菜也要膳房里日日送吗？回殷公主的话，这月华台已经荒了多年了，膳房早就没有了。虽说现在有一个人住着，但这膳房厨子一时半会儿也备不齐全，所以这每日的茶饭汤水都是我们这里做好了送过去的。这说远呢也不远，反正就一个人的饭食，就劳烦侍女们每日多跑2趟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月公主，用膳吧。月妹妹。月妹妹，月妹妹，你在吗？月妹妹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是不是病了？月妹妹，月妹妹，夫人，我们回去吧。
郑袖，拜见魏美人。拜见魏美人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南后，快快请起。快，把东西都拿进来。你本是南后，后宫之主，臣妾仅仅是个美人，你这样做，岂不乱了身份尊卑？什么身份尊卑呀？妹妹是天女下凡，众芳花魁，姐姐见了只有喜欢二字，别的什么都顾不上了。再说了，这女子的容貌若分品级，妹妹必是先出天后，我惭愧的连个侍婢都比不上，所以只好金钗不群的来拜见妹妹。南后这样抬举臣妾，让臣妾惶恐万分。切不可再叫我南后，否则啊，让我无地自容。今后你我就以姐妹相称，我愿留在章华台，日夜伺候妹妹和大王，就怕姐姐搅扰了妹妹的清静。不，这伺候二字怎可胡说？这偌大的宫殿，空空荡荡的，就我一个人住。姐姐要是愿意时常过来与我说话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有何搅扰？谢妹妹不弃草莓之恩。姐姐，你这不是折杀我吗？好妹妹。好姐姐。莲儿见识短，从没有见过这么标致的长发。岂止是你见识短，我又何曾见过这宛如丝绸的秀发？曾经我也为自己的长发感到骄傲，可今日与妹妹一比，真是井底之蛙。不过我这儿有一方子，是早些年魏国美人熏江王后护理秀发用的。此方先要采摘金鳞草、白芷、山泻、宫殿香、辛夷晒干，再加大黄、粉丹皮、细辛细细研磨成粉，加少许麻油拌匀后晒干制成。待头发洗净后，将粉末撒在头发上，再用篦子细细篦取。用此方后，不但可使头发香气袭人，还能长久保持柔软光泽、细腻如丝。妹妹，你不妨试试。都说宣江真发如云，不屑敌也。原来是有这么好的方子在帮他。可是这个秘方太过繁琐，妹妹是慵懒之人，繁琐之事都避之不及。哪用得着妹妹亲自动手？我那儿就有现成的。莲儿，一会儿跟美人端一坛过来。是。妹妹怎敢如此劳驾姐姐？你我姐妹相称，还分什么彼此呀？那谢谢姐姐。拜见大王。臣妾拜见大王。臣妾拜见大王。起来，起来，都起来吧。你们这是？我听说美人妹妹刚刚入宫，人地两生，唯恐下人伺候不周，特来照应。我们已结为姐妹，愿同心协力，共同侍奉大王。同心协力伺候寡人。南后姐姐一片赤诚，体贴入微，待臣妾如亲姐妹一般。南后宽仁大度，开诚相见，实为后宫楷模。看到爱妃相处得如此和谐，实在是寡人之大幸，大幸啊！
夫人，里面好像没人。月妹妹，你这模样到底是怎么了？这些日子我浑身疼痛，四肢无力。你是不是病了？可有御医前来诊断？眼下我被禁闭在此，有人巴不得我能够快快死掉，哪里还肯派御医给我？我这症状起得古怪，像是受了毒物之害。是何人要害你？我去禀报大王。他位高权重，无人可奈何得了他。再说，他想害我，定是早谋划的滴水不漏。这怎么办？月妹妹，我要怎样才能帮你？你看到那些灌木吗？开着白色的小花。是开着球状的小花吗？它们是土茯苓，你若能挖出它们的根茎，或许还能救我一命。好，你等我，快帮我一起拔。是。快扔上去！给。谢谢。公主，您这又是要去哪儿啊？随便走走。魏后刚刚解了公主的禁足，公主马上就在高堂台待不住了。前日去了云梦台，昨日又去了荣华台，这2日已经把宫里大大小小的宫殿都转遍了。公主，你到底在找什么？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我在找芈月妹妹。你们知道她被关在哪儿了吗？好吧，你们不告诉我，我就带着你们日日找，直到找到为止。公主，公主，你这样找又有什么用呢？要是人不在宫里，即使踏破铁鞋也是找不到的。你说人不在宫里？我瞎说的。人不在宫里，那就在外面的离宫了。公主，你就饶了婢子吧，婢子真的不知道。公主要是说是婢子说的，婢子一定性命难保。谁说是你说的了？是本公主自己想到的。快说，月儿被关在哪个离宫啊？公主，快别难为我们了，我们只知道月公主并不在宫内，可是到底在何处，实在不清楚。因儿就是懂事，难为你知道我睡不安稳，送来这香枕。母后的安康，因儿心之所系。听说9节菖蒲、画师开胃，醒神益智；合欢花、安五脏、月颜色，
菊花散风清热，平肝明目，它们都有安神促睡眠之功效。因而这些天特地采集了上好的菖蒲、合欢和菊花，做成了这个香枕，望母后舒心气、畅心神、怡心情、益寿延年。瞧瞧，婴儿比嫡亲的女儿还懂得孝敬我。母后待婴儿恩重秋山。玳瑁，把这香枕给我收好，今晚我就用。是。那日幸亏你告诉我，才及时阻止舒儿误入歧途，我该给你赏赐。舒妹妹是母后的心头肉，婴儿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。母后明察善断，蛊惑舒妹妹的芈月才是此事的罪魁祸首，绝不能轻易放过她。老天有眼，这2日侍女禀报说那芈月日渐憔悴，似乎得了重病。我传了旨，生死有命，就不用看了。别看她还有一口气，只怕此刻也生不如死。这的确是报应。她若真的死了，一了百了。因儿，我一直想为你成全一门好姻缘。楚国人才济济，论英俊善辩，当属唐乐；论风流潇洒，该是宋玉。你何苦一定要嫁给黄歇呢？婴儿眼中只有黄歇，当世俊杰，无人能比得上他。可你应当知道，黄歇对芈月痴心不改。公子歇并非不知好歹之人，那芈月朝不保夕，再由母后出面替婴儿做主，到头来黄公子定能分辨其中的是非曲直，权衡轻重。你怎么了？吓死我了！你要是再不把水囊取下来，我就以为你死了。我不能死，我还有2个弟弟要照顾呢。好了，我开玩笑的。我听说绿豆汤最解毒了，以后我每日都给你送来，还有一些吃食也一并送来。我近日觉得好多了，我也不知道我中的是什么毒，要真正去除还需10日。幸好有这几日的土茯苓，我被关在这里无聊，每日对着窗外辨认花草。那土茯苓是我最熟悉的，它能解毒，还能熬粥熬汤。小时候我弟弟生口疮、生疹子，魁骨也用它治。我能活下来，说明老天要我活下来。你当然要活下来，要不然你怎么对得起我这双手？这些日子挖土茯苓，把我的指甲都挖烂了。昨夜大王过来，怕他看到，吓得我一直攥着拳头。大王很宠爱你。但是楚国不是我情愿要来的，可魏王说，
楚国要与5国联盟，我嫁过来，如果能讨大王欢喜，对我们魏国，对大家都好，所以我就来了。我爹是文侯之后，在魏国也算有点地位，大王宠我，只怕是看在魏王的面子上吧。或许是，或许不是，但无论怎样，你都是我见过最美的女子。世人只要他不瞎，就会珍惜你的。如果大王他真的看中我，我一定会借机向他进言，让他找出害你的人，并放你出来。不，最好不要。你刚到楚国，还不知这楚宫里步步陷阱，人心叵测。我已算是小心，却还是吃尽了苦头。不会人人都是歹人吧？我到了楚国之后，先是遇到了你，然后就是南后姐姐，你们待我都特别好。南后？南后姐姐与我姐妹相称，她每日都到章华台来看我。除此之外，她还把最好的吃食让我先挑，最好的东西让我先用。我在家里是个独女，从小一个人孤独惯了，除了我的排箫，无人与我亲近。如今有了南后姐姐，亲姐妹相处也不过如此吧？不会吧？在这宫里，最不希望大王宠爱你的人，就该是他了。妹妹是不是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了？姐姐不信我的话也就罢了，但姐姐要记住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妹妹身陷囹圄，不能在姐姐身边左右照应，姐姐要时时警醒才好。还有，姐姐来月华台看我之事，切不可告诉任何人。哦，放心吧，这件事的轻重我自然明白，我对南后姐姐也不会说的。不过，南后姐姐她确实是真心待我，就像是你真心待我一样。放心吧。啊，我这里还有一些糕饼，你拿着充饥。来，谢谢姐姐。姐姐，妹妹这是去哪儿了？让姐姐好找。我就是随便在外面走走。这些时日与妹妹朝夕相处，一时半刻不见，还真有点想呢。看，这是我新配置好的胭脂，特意拿过来给妹妹试试。谢谢姐姐惦记。你我还客气什么呀？去给姐姐烹茶。是。快来，来，让姐姐给你试试。你看如何？这般轻薄香甜，姐姐是如何做到的？是用上好的红植竹花瓣放到干净的石臼中，慢慢将花瓣冲成后浆，细砂过滤取汁，然后将当年新搔就好的蚕丝剪成这猪核般大小，放到花枝中浸泡，取出晒干后，就成了妹妹手上这上好的胭脂。怎么了？这胭脂再好，和妹妹的人面桃花相比，也黯然失色。看来妹妹的确用不着这些东西。姐姐竟会说笑。这么好的胭脂，姐姐要不想给，妹妹可要自己拿来用了。你看美人是不是真的有点儿？你看怎么了？你仔细看。哎呦，还真是啊！哎，你看。
大胆，竟然敢在美人这儿放肆！南后美人恕罪。姐姐，下人们常有粗疏失礼的时候，不必和他们一般见识。若是在我那也罢，可偏偏在妹妹这儿。若不管教，岂不让外人说我放纵手下？莲儿，是，给我掌嘴！哎，姐姐且慢，何不听听他们如何为自己辩解？如果无道理，再打也不迟。既然美人给你们求情，我就给你们次机会，说，到底在嘀咕什么？婢子不敢乱说。说吧，说实话，我可以求南后不罚你们。后宫有传言，都说美人闭月羞花，千娇百媚，这是实情啊。可是就是有一处不好。何处不好？妹妹，别听他们嚼舌头，这宫里人向来善于嫉妒挑拨。可是姐姐，妹妹还是想知道何处不好。美人的鼻子。住嘴！美人的鼻子，可是你们这些贱人可说的。给我狠狠打，好让他们知道做婢子的本分。给我接着打，打完了嘴，再罚跪2个时辰10板。南后饶命！南后饶命！我再也不敢乱说了。算了，姐姐，让他们下去吧。妹妹，你心肠太软了。妹妹答应过他们，若他们说实话的话，就不该罚他们。还不谢恩？谢美人宽宏大量。依着姐姐的脾气，非割了他们舌头不可。妹妹，这宫里人就好无事生非。前段日子有人嚼舌头，说赵姬虽然美貌，但声音难听。想当年，这赵姬也是大王的新家人，可生了孩子后嗓子变哑了，大王也变得对她若即若离的。他不知道从哪听到这消息，心里慌得很，日日找御医下方子治嗓子。哼，说是治嗓子，其实还不是想挽回大王的心思。妹妹身体受之于父母，相貌从小未受过任何人指摘。妹妹在家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在外又是王孙贵女，别人巴结你还来不及呢，哪能说你一点不好？如今到了大王的储宫，美女如林，谁也不比谁弱。除了像姐姐这样真心想结交你、处处袒护你的，哪有闭口藏舌的道理？你呀，别理他们便是。姐姐也真是个粗心人，他们不说，我还真没看出妹妹脸上的缺憾。我真的看不出什么。你从小到大都看自己的面孔，自然很难看出瑕疵。莲儿，你来看看。在莲儿看，夫人的确是花容月貌，只是这鼻子有一点点，好像是有一点点。有一点点什么？一点点歪。歪。难怪大王昨日跟我在一起，提起妹妹的容貌，你都不知道大王有多喜欢你。大王先是说你肌肤胜雪，秀色可餐，可后来大王又说，端详你久了，总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缺憾。
妹妹别担心，大王提起此事时，我马上打岔过去了。我说，大王，你太过于挑剔了，妹妹是丽质天成，白玉无瑕。可是大王日日都来章华台，他总有一日会看出破绽的。傻妹妹，这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妹妹请看，这样如何？这样呢？或者是这样？